乌克兰的新卡科夫卡水坝将熊熊崩起，下游赫尔松有80个钟头做大水，4万人紧急撤离。加拿大火烧山自5月到今烧掉超过330万公顷，等于是一个台湾本土的面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乌克兰战争的进展。乌克兰赫尔松的新卡科夫卡水坝总是熊熊崩海起，这下游是有80个钟头拢在做大水，4万人紧急撤离。预估是要4、5天，这水才会退掉。而且这座水坝的水，佫用来供应核电厂降温，南部的农作物嘛拢会挖苦以压产，这后续恐惊也佫有真侪危机。目前也毋知影讲这崩起的原因，不过乌克兰甲罗西亚拢继续指控讲是对方动手的。在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地区涅伯河顶的新卡科夫卡水坝，顶头有一座储水量1800万立方公尺的超大型水库，若提供当地农业灌溉加居民饮用水，也是欧洲上大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核反应炉冷却水的来源，也有把水输送到克里米亚半岛的主要通道。虽然早期水坝和不平细粒炸毁了，水对破空射出来，沿花80个村拢淹水。新卡科夫卡市有名的建筑文化宫一半拢浸伫咧水内面，看到天鹅对伊的门口游过，画面看起来真奇怪。估计这场大水要4、5天才会退。当地官员讲，已经紧急撤离4万位居民，其中涅伯河西岸乌克兰军队势力范围有17000人，东岸俄军掌控的地区有25000人。Все плавает, вся мебель, холодильники, продукты, все цветы. Все плавает. Що робити, нічого не знаю. Да, ще більше ненависті, ще більше люті, і хай би вони всі повистихали. Хай би.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讲，水坝被破坏了，已经有150吨的原油对水坝机器内面流出来，接落来可能也佫有300吨的原油会流出来。科学家讲，就要等大水退了，才有法度全面评估对环境的影响。因故一位前政府官员警告讲，这可能是自切诺比核灾了上严重的生态灾难。受到这件代志的影响，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小卖甲贩卖绩效虽然也拢开始起。后边国际社会拢谴责这件代志，支付甲克林姆林宫互相指控对方是凶手。乌克兰讲水坝是伫咧俄军的掌控区内面，只是因为着要阻碍俄军反攻行动所变出来手段。伊那当地亲普丁的国会议员是讲，这是乌克兰军队为着要破坏地雷区所执行的军事攻击。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讲，即马也无具体证据会让知影代志是谁做的。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美国、日本甲菲律宾是头一届伫咧南海联合演习，这内容有包含就可疑的船甲炸落来。三国都表示，目标是要加强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甲安保能力。不过，各界嘛咧要讲，这是美国咧诱惑甲亚洲的关系，要对抗中国。武装人员坐细只船仔，我见一只哪像有载大规模武器的船仔，煞来直接举枪，去伫甲板顶悬做检查。下令这的船员都要甲双手放伫咧头的后壳，赶紧离开。这是美国、日本甲菲律宾头一届联合伫咧南海举行海化防卫演习的情形，地点在菲律宾巴丹省附近的海域。The purpose of this maritime drill is to increase the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the US, and the Japan Coast Guard. So lahat ng ginagawa nating exercises ay tulong-tulong para sa mga possible na mangyari in the future. 这届演习为初一到初七一礼拜的时间。菲律宾拢总派出4只海警巡逻舰艇，美国出动127公尺长的史崔顿号，那日本是派大型的巡逻船秋丁州号，共同参与的500多个海岸警卫队的人员，也个演练搜救、甲打击海盗的场景。美国讲，因的目标是要维护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We're eager to further integrate with both the Philippines Coast Guard and the Japan Coast Guard. Together, our Coast Guards will reinforce and model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at sea in order to promo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这项演习的时机甲地点拢真敏感。目前拜登政府一直咧强化印太地区的军事联盟，希望会当来对抗中国，来影响包括南海甲台湾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过去美国菲律宾的关系，伫立场较靠近中国的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任内，捌较疏远。
不过新总统小马可仕上台了后，重新搁登去较亲密的路线。最近新增加4大会当提供予美军使用的军事基地。这届演习嘛去予菲律宾看作是美国、日本会合作确保海峡甲领土安全的重要路站比。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美国、日本、菲律宾3国海巡伫南海联合演习，操演搜救人质。日本的海上安保厅是派400人参加。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人11年搁再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有2年。伫咧讨论北韩核威胁议题的时阵，会当有更较大影响力。英国探报道，伊朗无咧插美国的制裁，中国展示因头一辆国产的极音速飞弹，传传讲是会当闪以色列上界先进的铁穹飞弹系统。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佛州承认用包机甲境内移民送去满洲甲加州，加州州长是放调要采取法律行动。不过佛州的官员是讲，迄寡移民是自愿放送走的。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维吉尼亚州一间高中，昨日举行毕业典礼时阵，却凶发生枪杀案，其中是有7个人着枪，2个人不幸死亡。警方至今已经抓到一个19岁嫌犯。来看火烧山的灾情，加拿大火烧山是一直拍袂花，自5月到今已经烧骨600件野火，已经是烧掉超过330万公顷，等于就是一个台湾本岛的面积。而且，这寡野火所生的高烟，佮引起严重的空气污染，是连美国都有受到影响。亲像纽约的空气品质，拢已经到红灯的警示。为空中看落来森林和蒙雾搭调的加拿大森林野火烧袂停，为5月开始，因为高温累计引起超过400个所在野火。暂时魁北克、新斯科舍、艾伯泰野火佮产生真侪浓烟，搭伫加拿大东部的天顶，影响数百万人的健康。Not only cause topical irritation through all of our respiratory linings, but actually cross over into our bloodstream. People who are experiencing homelessness and spending a lot of time outdoors, the risks to those folks will be higher. 加拿大城市渥太华的天顶搭着柑仔县的蒙雾，空气污染品质达到10加级以上，是当地空品指数上海顶级。加拿大环境部向魁北克加拿大东南部发布空品甲蒙雾警报，敦促民众踮伫室内刮嘴暗。伫这款野火蒙雾嘛影响到美国东岸甲中西部，各地拢发布空品警报。美国环境保护署就发布新英格兰空品保护的警报，伫咧纽约的状况嘛真严重。The levels that we're seeing today are really much higher than what are normally seen in a large polluted city in Asia. Over 50% of the U.S. population, everything east of Columbus, Ohio, is experiencing levels on the order of 150 to 180.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长威尔金森表示，过去1个月烧掉至少330万公顷的土地，受害面积是过去平均面积的10倍。前后有12万人必须暂时离开家园。为6月开始，如果发生野火几率会增加，野火季节有可能会继续到8月，加入加拿大历史上上严重的一冬。即马除了美国、澳洲、法国、墨西哥、甲纽西兰、南非这个国家，已经派出总人数差不多1000名消防人员去协助加拿大拍火。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英。巴西总统卢拉签署一项文件，目标是到2030年，亚马逊雨林无要搁错树啊。这个方法是错偌济就种偌济，这敢做会到也搁真歹讲。另外，巴西原住民是惊就街仔路抗议，因为众议院通过一项提案，要限制因的领土。原住民就骂讲，这款方法是伤害因的权益。当地时间6月7日，巴西总统卢拉签署文件，推动保护亚马逊森林的政策，希望2030年达到袂搁错森林的树的目标。除了实现伊竞选的承诺，伫2022年，一个英国记者甲国家原住民基金会工作人员伫遮去互非法猎鱼的渔民杀害。卢拉讲，这个文件嘛要安慰因在天之灵。E deveriam estar aqui hoje, nesse momento em que eles teriam o governo brasileiro como aliado e não como inimigo, ao contrário do que aconteceu nos últimos 4 anos. A melhor maneira de honrá-los é garantir que sua luta não tenha sido em vão. 2021年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达成要伫2030年停止搁错森林的树啊这个重大协议，巴西嘛是签署的国家之一。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管理的线顶气候观测平台显示，巴西是世界上第5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而且差不多有一半碳的排放量，拢是因为草森林的树仔产生的。所以，罗拉甲签署的文件看作是重要的环保政策。不过，伊的任期敢若到2027年就结束，未来敢有法度继续来推动，就要看敢是要会当连任。公视新闻新路杯编译。核能是即马上界主要的发电方式之一。毋过，这用衰核废料是带辐射，到底要是安怎处理，是全世界拢真头壳疼的问题。目前各国拢是暂时保存伫咧电厂附近。不过，即阵芬兰是当咧去世界头一遭，伫咧涂骹底420公尺深的仓库，要放一寡核废料。这420公尺到底是有偌深？咱掠几个例来看。亲像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一运站是伫咧15公尺深，咱民间的乌井处地下水是30公尺深，也就是目前世界上上界深的游泳池伫咧杜拜是乌到60公尺深。芬兰的这座核废料仓库是咱普通水质10几倍深。目前这世界是还有40万吨核废料，当咧等待适合的方式处理。干放伫咧地下底，敢是一个永久的办法？专家还阁真焦虑。大型的电火将炎热的海磅空照甲光亮亮，伫涂骹400多公尺深的芬兰安克罗核废料储存库，是全球第一座核废料存放地，有欧洲上大核反应炉的欧基洛托核电厂，就将核废料放伫遮。Tarkoitus, että vuoden 2024 alussa niin meillä on valmius yhteistoimintakokeeseen, mikä tarkoittaa, että testataan tuotantolaitteella tätä loppusijoitusjärjestelmään. Ja sen jälkeen sitten pikkuhiljaa, kun me on itse todettu se. 安克罗储存库估算应容纳6500吨的铀。设定目标是要将核废料囤放伫长5公尺的特殊容器当中，各项南矿防治磅空。这计划伫2004年启动，最后一部分工程会伫2024年动工。负责单位也表示，存放地点附近的核废料有水，10万年了后都无危险性，未来芬兰人应安心啉。而且所批评计划无重视核废料可造成腐蚀的情形。Monissa Euroopan maissa voi olla, että on enemmän sitten ehkä tämmöistä vastustusta ja kriittisyyttä, mutta pikkuhiljaa on alkanut asiat ehkä muuttumaan. 这几年，部分国家开始考虑使用核能，避免制造更较侪碳排。根据芬兰能源贸易协会调查，68%芬兰民众支持核电，包含瑞典、瑞士甲法国拢竞选好核废料存放地点。不过，如何甲当地反对的居民协调是真大难题。环境学者会烦恼核能安全性，甲核废料辐射风险。公视新闻杨冠编译。缅甸的少数民族罗兴亚人受到因的政府打压，是去互安置伫咧缅甸甲孟加拉边境的难民营。不过，这难民营的环境是真歹，所以讲有真侪人是冒险坐船嘛要逃去其他国家。不过，嘛有袂少人是意外发生船难葬身大海。根据外国媒体的采访，因是摕到一段手机的录音记录，是一个负责人伫咧船沉去进前打电话给伊的亲人。这内容听起来是真惊吓、真无助。手机顶悬的相片是带2个查某囝坐船离开孟加拉难民营的塞特拉，伊坐一只当地人拢熟悉的船主贾摩尔的船，准备甲马来西亚的昂塞会合。小只船客180多人，佮拄着暴风雨，塞特拉紧急打电话给伊的先生，44秒的通联记录是这家伙仔最后的对话。Suara India nih, Jin. Kau nih? Oh, tuan yang dekat lah itu. Allah. 当初阻止查某囝出海，爸爸真后悔，流目屎回想查某孙甲安慰，讲一切会真顺利。另外一个失去查某囝的爸爸摕查某囝的全家福相片，伊的妈妈目屎4淋水，真思念。船主贾摩尔的船破旧，搁会伊捌载亲人甲亲情出海逃难，当地民众真信任。塞特拉坐的船出发隔工，另外一只载104人的船嘛对因出海，拢有看到沉船的过程。第2只船伫海面10天后，互斯里兰卡海军救起来。
罗兴亚难民营一直拄着暴力威胁，嘛定定发生火烧事件，威胁住民的生存。2022年，超过3500个罗兴亚难民冒险出海，都离开难民营，比往年增加3倍外。联合国表示，也有更较侪人无统计到，去年至少有348个人因为船难死亡，还是失踪，是2014年以来人数上侪一年。国际难民组织主任苏利文表示。虽然国际法规定附近的国家对陷入险境的船只爱提供救援，不过大部分的国家是选择当作无看，那这无作为，罗兴亚人也是走向危险，同款的悲剧也是持续发生。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世界真经典的是北岛维纳斯的诞生，是文艺复兴时期留落来的艺术品。最近，意大利的观光部是利用电脑动画，把这北岛的主角维纳斯设计做无同的造型，互伊会当出现伫咧观光景点。这听起来是袂歹的创意，不过有袂少艺术家认为讲，安尼互国家的文化遗产变甲伤粗俗，批评这款行销方式。一些摕手机家己翕，一些清查轻松接受媒体访问，画面当中女性看起来真熟悉。其实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名画家提波切利的画作《维纳斯诞生》当中的主角，为吸引国际游客，意大利观光部将维纳斯穿衫塑造成喜气网红，而万青少年旅游市场。Che potesse rappresentare in qualche modo l'arte, lo stile italiano in giro per il mondo, perché questa campagna è pensata per i mercati stranieri. Invece Venere, che ha 30 anni o qualcuno di più, ci sembrava un'icona immortale che potesse rappresentare bene l'Italia. 这是意大利政府用将近900万欧元，差不多新台币3亿，推动的数位行销计划。为今年10月开始，不只为维纳斯设计各种造型，也佫为设埃及少妇，结合真人甲虚拟的相片，加伫意大利有名文化景点的打卡，和维纳斯加做意大利上新的观光旅游大赛。不过，安尼创意引起艺术界批评，各互媒体批评古怪粗俗。意大利文化遗产部门也批评政府用上粗俗的方式伫变给国家的文化遗产，因为不看维纳斯，反倒来加深大家对女性的刻板印象。Botticelli la prenderebbe forse male, come capita agli artisti quando si sentono un pochettino come dire, derubati, no? delle loro idee, perché non possiamo assolutamente definire Venere, chiamare Venere quella figura che è stata creata. 虽然旅游部门认为创造出虚拟网红维纳斯应带进意大利的观光旅游，不过在真侪人眼中却无法度接受，也互争议继续增加。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